好大嘅6米高嘅銅像。周總理見咗呢件事之後，好重視。給你講個小故事。被周總理保下的6米高古銅佛。崔老師亦都講過，呢個大佛寺嘅重修，又係崔老師出咗好大嘅力嘅。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呢個大佛寺嘅重修嘅過程呢？大佛寺咧，亦都係文革嗰陣時咧，俾人毀咗噶啦。嗰幾尊大佛啊，同埋觀音啊，全部係銅嘅，係康熙年間鑄銅嘅，好大嘅6米高嘅銅像，就將佢分咗3節，就將呢幾座大佛運咗去南站嗰度。金屬回收係啊，金屬回收啊嘛。但當時咧，趙志強老師啊，佢市政府破4舊辦公室，抄咗好多嘅文物出嚟噶嘛。呢啲文物點處理咧？邊啲係文物咧？歸類喺咩地方咧？就由佢去鑑定嘅。佢認為係文物嘅，就分類嚇。當時咧，因為中國咧好缺外匯噶嘛，即係工業比較落後嘅，就全靠啲手工業、工藝品同埋古董出口嚟賺外匯嘅。自己一睇呢幾座咁珍貴嘅嘢，佢咧就話：呢幾座先留低先啦，因為咧佢比較珍貴，而家點處理咧？喺南站咧放咗好多年。市政府唔知點處理噶嘛嚇，就將呢件嘢咧就反映咗俾文管會嚇睇咗咧，咁以市政府嘅名義嚇就反映咗去國務院。周總理見咗呢件事之後，哇，好重視，因為佢曾經喺大佛寺辦過一個幹部培訓班嘅，佢好了解呢件事。呢幾個大佛真係好珍貴嘅嚇，親自作咗批示嘅，要保留呢幾尊大佛喺全國類似嘅嗰啲銅器都要保護。73年黎克松嚟訪問啦嚇，就話要參觀六榕寺，咁嗰陣時咧六榕寺全部破壞晒噶嘛，冇佛像點辦咧？咁只能夠將呢幾座佛像運翻去六榕寺嗰度。後來就落實宗教政策，3年之後，而家佢哋真係搬走咗啦。我哋而家準備恢復啦，啲機器撞爛好多嘢嘅。講明師亦都嗌我，佢哋想整翻個毗盧殿，嗌我設計一個方案。我考慮到佢而家啱恢復要有好多功能噶嘛嚇，點樣去多功能去使用咧？上邊整一個八角形嘅一個好似塔形嘅，下邊咧就整一個座。其實咧，佢嘅功能咧，亦有一個好似禮堂啊，上面咧有幾層，咁包括埋佢啲藏經閣啊。咁明師覺得好，但係咧嗰陣時咧，仲未有錢起佢。民國時候整咗個山門，好唔似樣一個拱門咁嘅啫。後來咧佢就拆咗佢，就整翻一個山門。點整咧？嗰陣時咧啲建築好窄嘅啫，好密，四周圍冇空間嘅，只有4米，但係佢要有3面嘅功能。又要有天王殿嘅功能，裏邊咧仲要裝一個大佛，後邊仲有一個韋馱，基礎上面就設計4米，屋簷咧就飄出去嘅。咁呢個資金當時係個來源點啦嚇，恢復嘅時候好大嘅資金，當時啱啱好就係一個日本人佢出錢嚟修大佛寺，因為佢嘅老婆係廣州人嚟嘅。係廣州人嚟㗎。係啊。過身咗之後咧，佢有一個遺願佢要修復翻大佛寺，因為佢哋嘅愛情咧，就喺大佛寺嗰度結識嘅。有咁嘅淵源。呢個亭建好之後咧，我就帶廣東古琴教會嗰啲人去嗰度彈琴啊嚇。誰知啲人喺中間一彈，哇，出其不意，嗰啲回聲咧非常之靚嘅。當時謝道秀老師就係要喺度傳琴，佢每個月風雨不改，就嚟呢度傳古琴呢個琴藝。一段小故事，一個大時代。